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也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寒流来到位，台北阳明山有机会伫咧暗时就会落雪，也若这互浪气面防止旱害，有农民替高接来热雨伞。桃园技术工会中因分会经过投票，已经摕到合法的罢工权，才有可能伫咧过年前后发动罢工，影响到美国、欧洲方面的航班。高雄有一对少年翁仔某生3个囡仔，可能是经济压力等问题，煞来行地路。警方发现的时阵，5个人已经过往。寒流来到位，气象署针对着19县市发布低温特报，中部以北无排除有6度以下低温。台北市阳明山、大屯山、七星山海拔超过1000公尺，那这个水汽和温度配合，阴暗就可能会落雪。对这时开始呢，就游客上山，但要看雪，甚至讲要困伫车内。阿嬷看孙仔两人准备好要带伫车内，已经铺好棉被甲枕头，也有真侪细小啊，伊抬一枚了后，因看到落雪。马上要住在这里。对啊，是你说你想来的吗？伯伯带我来。就是在这边睡。如果今天凌晨有机会的话，是最好啊。如果没有的话，明天再等一下。日当上阳寒流报道，阳明山有机会落雪，规工陆续游客上山探路。早上就先搭公车上来看一看，然后下午想说，有没有车位啊？哪边比较适合停车，再上来。店头也准备好真侪手笼、帽啊，也有暖暖包甲烧烫烫的食面，要来趁钱。因为这2天游客上山要足雪，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提醒，维护山区交通安全甲顺利。若拄着落雪，或者是落结冰，会看进行分阶段交通管制。车驶甲管制点拢爱加挂雪链。一直到礼拜3的这段期间，各地的天气都算是相当的寒冷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寒的工作，并且做好这个保暖的一个措施。那再来就是说到明天白天以前，这个华南水汽是比较偏多的。气象署继续发布低温特报，拜1、拜2中部以北、东北部甲东部地区，还有金门拢6度以下，或者是继续10度左右的低温。南投到高雄也拢10度以下低温的机会。有寒流，还有华南云雨区山接适应后体感温度更较低，一定要穿好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讲到这个寒流来到位，唔但台北市阳明山国小决定明仔载后日要放低温假。另外，这桃园复兴区的三公国小、高技国小幼稚课后留园也决定明仔2天要停课。湘北也开始启动这关怀机制。新北市长侯友宜和台北市长蒋万安拢去视察这避寒所，关心家友甲独居的老人。为台北市长蒋万安手内照顾寒物资，有寒流，台北市政府消费局支持因应低温开避寒所，也针对独居老大人弱势族群启动低温关怀服务。蒋万安去顺市整备，让低温假标准是不是定在6度，或者是落雪就停班停课。蒋万安表示无一定，讲到台北市8年前放低温假是考虑即时影响通勤。我想这个是很专业，需要综合的评估跟判断。好，那当然我们也会持续倾听专家学者的意见。好，我们也会请教育局做一个重点的评估。那我们先就目前的机制来运行。新北市政府也启动关怀机制，市长侯友宜亲身关怀独居老大人，发保暖物资，也提醒老大人爱注意头甲脚的保暖。那至于我们装了红外线的一个移动感应器，如果长时间没有移动，那红外线就会发出信号，那保全员也会到现场来看。因应寒流，台北市阳明山国小决定2、3、2、4停课2天，加做台北市第一间宣布放低温假的学校，也有桃园市复兴区三公国小、高技国小幼儿课后留园也停课2天。来自山区的孩子，我们担心他出入的安全。好，所以我们就是做这样子预防会有下雪这个情形，然后他的人身安全还有交通安全，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考量。桃园市政府教育局表示，复兴区国校温度虽然低，暗过拢有冷暖气机，寒流来时阵应开暖气，也提醒学校办理校外课辅或者是应对活动，爱评估低温对学生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入冬了后，上界强的寒流来到位，这农渔民拢开始伫咧准备咯。亲像宜兰的农民就摕高接来热雨伞，甚至甲伊喷这烧水烟雾。训练的鹅仔场也有甲这鹅仔看布。另外，南投清境农场、花莲的调风农场也特别替这动物开家烧灯，甲因穿衫。
农民替拄啊价值好的高价来水，天开一支小雨伞，寒流来袭。宜兰县三星乡赖亚龙想办法保护花园，各使用喷雾设备以加温的水雾为公园环境提高温度抗寒。如果你没有把它撑伞的话，那雨水在淋湿在上面，那可能花朵就会烂掉。用热水在空中喷成雾状这样子啊，让整个这个区域的温度可以提高。寒流来袭，婚龄县农友也积极准备，因为毋那是结婚，气象署也针对婚嘉南地区发布强风特报。观光草门园赶紧固定乌网，防止强风吹来。沙白鱼勇士河加强巡逻开水车提悬水温，水潮浴菜场替一级场黄啊盖一烟布抗寒。无盖咪袂大啦，暗时来盖我，日时那日头日时来掀开。位伫南投县真爱乡的清境农场，日加温只有1度。上有代表性的就是替羊仔剃毛的棉优秀，长风惊羊仔去赶着为因穿衫保暖。农场会很贴心的帮羊穿上那个防寒衣，那也会做人工的保护。那当然，绵羊还有自己的绵羊油，也可以抵御一部分的寒冷。花莲县早起虽然温度来到16度左右，不过调风农场持续悬，是为惊冷的亚热带动物。最低价亚达波拉树菇准备好加一顶。只要低于20度的话呢，原则上我们会有烤灯给他们保暖。对，因为亚达波拉属于亚热带的动物，它就是要达到40度以上的摄氏温度。入冬了后，上强的寒流报道，农林渔牧严防低温强风做好万全准备，毋望降低损失。记者综合报道。通市技术职业工会今日针对着中营分会甲中营航空之间劳资争议罢工投票进行开票，最后确定中营分会摕到合法的罢工权。理事长李信言表示，会伫咧过年前后启动罢工行动，相关细节伫25个理事会会讨论。中营航空也发出声明，呼吁工会着爱先思考到这旅客权益，用理性的态度继续劳资协商。目前已经成立紧急应变小组啊。跳开票箱，一张一张填开抢票。针对中营劳资争议，汤市技术职业工会发动罢工投票。伫主管机关汤市劳动局代表见证之下，完成计票了后，确定处理合法罢工权。长荣分会这个部分，我们有85%的会员同意，全体会员我们也有得到65%，所以在今天1月22号，我们可以宣布，机师工会的长荣分会已经确定取得合法的罢工权。全台湾的技术大约有3000多人，伫桃园市技术职业工会有1398人，910人投票，900人同意，10人无同意。预计春节前后启动罢工，24点钟进前提前预告。规划细节会伫25理事会讨论。那中营技术罢工会影响在中营航空来回美国、加拿大和澳洲主要城市的旅客。在最近的1个月当中，劳动局已经持续的邀集劳资双方召开过3次的协商会议，未来劳动局仍会持续的来协助双方进行协商。工会表示，绝对不是为着罢工来罢工，要求中营公司针对工会诉求提出对案。对罢工投票结果，中营航空表示遗憾，也回应已经调整底薪超过20%。初步发6个月年终，也积极培训国内技术人才，甲外籍进行标准共款。目前已经成立紧急应变小组，佮强调赞成罢工的中营技术是中营技术总人数的3成外。那交通部认为劳资欠共识，理事拜3佮协商，避免行到罢工造成旅客社会大众的不方便。3年一次，3年一次，3年一次。这些旅行社、这些业者、这个旅客，哪一个可以受得了你这样玩？你不能定，那就不要做，就以后不要再搭乘这家航空公司。旅行业则表示，春节旅行团当天部分目前卖出6成，拄着航空业罢工，那影响机票之余，也有餐厅、住宿加包车。旅行社的客户责任保险并无理赔，会先替旅客安排住宿加3顿，各家航空公司要求赔偿。不过也真生气，什么人来保障消费权益？品保协会提醒，在正式宣布罢工之前，旅客出国会当考虑买旅游不便险。不过已经有部分的产险表示，这日起加保旅游不便险无法度理赔。记者综合报道。
中央航空技师摕到合法的罢工权，会当发动台湾航空史上第4摆罢工。国内航空业头一届罢工是2016年，这华航的空服员不满这部分航班超时过劳，发起罢工。迄时阵的交通部就随甲这华航董事长换掉，新董事长上任随含劳工谈判，3天就结束罢工了。 2016年6月23暗时，华航空服员聚集伫台北分公司门口，有罢工布条。当时隶属有通市空服员职业工会的华航分会已经得到合法罢工权，宣布2时0点开始无提供劳务。我要休息，我要休息。我都有听到，声音很大，我都听到了啊。 发起罢工的原因包括休困的时间少、外站电贴少，也甲公司单方面变更报道地点。交通部随派新任当做何乱显上火线谈判，资方全部接受工会诉求，3天罢工就结束，影响122个航班3万外旅客。改善管理，改善管理，停止打压，停止打压。 2019年，华航技术不满前后18届团体协商，资方拢对疲劳航班改善、保障国际技术工作权这议题无回应，选伫农历春节正月初4发动罢工，期间甚至提出透明协商，要让主管机关退回过年航班的疲劳。7个小时，终于把5项诉求的第1项谈定了，所以我们给自己掌声一下。 拄好是春节旅游旺季，7天拢总影响214航班，超过2.5万个旅客。双方经过4届协商，签团体协约，并约定3年内袂搁罢工。空服员团结。今年6月，中研空服员因为争取外站电贴、争取超时航班过暝这诉求，甲资方协商破裂。6月初7投票得到罢工权。6月20，甲中研资方协商会议，当场宣布罢工。经过17天，空服员轮流聚集伫中研航空总部门口，一直到6月28，中研航空董事长林宝水出面甲空服员代表会议，协商双方退让方案，结束17天的罢工，也是国际航空上长的罢工记录。资方必须要派出具有决定性层级的如董事长来做积极的协商，劳方呢也必须要做部分的退让。 航空界人士分析，欧美国家运输事业罢工定定听得到，因为协商经验丰富，政府嘛未介入。协商的时阵，劳资效率较悬。对于今年有可能面临国际航空史上第4届罢工，有学者认为部分国家有立法规范罢工的预告期，也当作参考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风声国内又去欠药啊，不过10月数去点，目前国内干那9项药啊是真正欠货，无其他会当来替代。目前已经有走这药品专案制作或者是输入。卫福部长许水源强调，因为这红海危机航运受到阻碍，原厂药啊是送袂过来，民众若准是要坚持使用原厂药啊，恐惊受影响的就是家己本身咯。 国内一直传出的欠药啊，药师工会有讲有欠200种以上药品，加上农历春节特别到位，未少人惊无药通用，赶紧去社区药局领慢性病连续处方签。因为拿不到药就很麻烦呐、所以赶快来领一领。对对对，有一些原厂，我们甚至遇到他无预警的就跟我们说，他这个药可能供应不稳，那暂时不供应给社区药局。药师工会表示，最近红海危机，海运价钱欠悬，加上农历年前，慢性病民众先领药啊，恐惊和欠药问题更加恶化。不过是药师检查，现阶段欠药品含只有9项，包含治疗肺炎用的罗斯克芥末梗，为着无氧化 A 型肝炎疫苗，配列种术后用药艾尔康速冻药等，其中一项咧研究，专案进口。 其中只有9项为国内无替代药品，食药署已及时征得8项替代药品的专案制造或输入，其余1项课证征求中。船运有问题，国外的原厂药要进来就会有问题。那如果这个药是跟你的健康、跟你的生命有关的话，你还坚持说一定要哪一个厂牌的药的话，那岂不是就只能等死？ 试水员呼吁药品不应该只相信一个品牌，国产合并药啊，同款用治病，若坚持品牌秘书，恐惊影响健康。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有一对28岁翁仔某，介上是因为经济压力上过大，所以伊就带3个无到7岁囡仔做伙行地路。当初是因为上班时间到啊，找无人，才去报警察的。警方找到人的时阵，一口罩5个已经拢过往。社会局表示讲，一口罩无通报记录，也已经派社工协助了。
死者家属表情严肃，陆续来到殡仪馆甲检察官相验遗体。21号半暝，高雄新城区一间出租套房，一家5口轻生。死者是一对28岁的少年爸母，还佫有3岁、6岁、7岁的后生。女死者的同事找袂到对方，佫想起捌讲过经济压力真大，决定要报警。警方破门时发现5个人倒伫眠床顶，已经明显死亡。这大家拢无熟悉，无是无使啦，袂少问嘛吼，袂少问，可能拍电话嘛，袂人要甲你讲。就说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我在这里也是住好几年了，对，然后第一次听过这种事情。其他客户讲，大楼拢是套房，大约有10坪遮尔大，租金差不多1万块左右。毋过嘛讲，因为大家拢是租厝的人，厝边拢无解释，真歹伫第一时间就发现状况。社会局社工也在第一时间跟家属界联络，那我们也会连结慈善的资源来协助丧葬的事宜。先能够跨出来，因为我们也知道有些家长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好意思，但是很重要的是，这是全家人要一起生活下去。那面对我们这样的小孩的时候，我们更要呼吁家长说，要把眼光要看远一点点。这口座毋是社会局轻生立管的个案，嘛无保护，还佫有脆弱家庭通报的记录。社会团体嘛提醒，面对着困难，家长应该勇敢来对外求援，嘛需要邻里加一寡关心。尤其当伫寒假的期间，囡仔无到学校，透过学校通报着因遭有困难的方式，可能会变轻，更加需要社会加一寡关心。记者王柳婷、陈显坤个人报道。台北市有一台公车行早起8点外经过民权西路时阵，撞到一名计程车驾驶伫咧路中向开车门，这公车司机随打动，造成公车顶头7个旅客跋倒送病院。警方表示讲，这计程车向开车门害人受伤，依法上悬会当罚到4000倍。公车出站了后，驶伫专用道，一台计程车向开车门，公车司机赶紧打档啊，骑乘客向前冲，拢跋倒受伤。你人跋倒就不好意思。公车顶悬有7个人受伤被送去，其中一个人上严重，骨头进去爱开刀。虽然公车业者派人去探视，不过内部认定司机是因为避险，才紧急打档啊。他根本是正常行驶，然后又有发现危险，所以他是避险刹车。我们车内乘客部分，我们公司会现在做处理然后最后我们会再依那个肇事责任来做追查。代志发生伫一运民权西路站外，涂骹雅库户分别表示分者，22早起8点外，计程车驾机车烧 A 了后，驾驶落车查看，开车门时阵好亲像无注意，公车近距离围倒后边驶过来。开启或关闭车门时，应遵守相关规定，不当而致人受伤，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新台币2400元以上4800元以下罚款。开车门凊彩造成人员受伤，警方会罚计程车驾驶相关4000倍。不过过去拢讲，驾驶人程度爱注意车前状况。不过这摆公车司机紧急打档啊，是不是无注意收地数咧？必须考量的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双方当事人在肇事前的相对位置，以及他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来赋予他一个这样的责任。按照这个看起来的话，他这个行为可能公车司机他是没有办法预期会知道说他会突然开启车门，所以很难赋予驾驶一个这样的一个疏忽的注意义务。是毋是无注意？警方表示，包含事故的相对位置、时间反应是毋是长照等等，拢爱斗阵考虑。另外，伊面对常常发生的事件，紧急打档也无违反道交条例，无顾紧急减速的相关规定。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到这新闻，讲到美国受到冬季风暴影响，过去一礼拜要到90个人因为低温来死亡。美国有2/3的区域出现这极寒气候热大势现强风，致使家庭和企业开烧气的用电量出现历史新高。另外，伫欧洲也受到伊莎风暴的强风大雨吞踏，爱尔兰的这个杜柏林机场呢有上百班飞行机班因为天气就来取消。见到周围堆满用买一个人悬的雪，拢是好程度了后，暂时放做一堆积雪。受到极地寒流影响，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密西根市落大雪，积雪量达到将近90公分，和市府宣布进入落雪紧急状态。民众为着堵雪，几日间无法度困得好。It's everywhere. People are blocked in.
Can I say crazy, but with the capitals? Yeah, I've been out 3 days with no sleep. 美国2分之2的国土出现极寒的气候，一直落大雪、透强风，互家庭甲企业用作取暖的电量创下历史新高，阁有数万人无电通用。田纳西州的曼菲斯有真侪水管，互冻甲闭开，造成差不多40万人爱煮水才有水通啉。各州群嘛陆续传出寒死也是相关事故的死亡案例，其中死亡的人数是田纳西州至少25个人。俄勒冈州至少16个人上济。基温河北西高湾沿海地区，为德州东部、加路易斯安那、到密西西比、阿拉巴马州的大部分地区，加佛州、乔治亚州的部分地区，拢发布严寒警报。密西西比州的气温受到强风影响，可以降到零下27度。预估极冻的天气会继续到24为止。极端气候影响的，还有予伊莎风暴侵袭的欧洲，其中岛屿国家爱尔兰头一个受影响，因为强风暴雨，当地都柏林机场21个航班大乱，那停飞148个航班，还有27个航班无法度降落，35个航班改去其他机场降落。英国嘛受到风暴影响，到伦敦到约克机场的航班，透风雨平安降落的时阵，引起乘客欢呼。当地气象局警告，伊莎风暴伫英国真济地区的风速上悬达到时速99英里，接近160公里，创下过去10档到20档来的上强风速。包括苏格兰、北爱尔兰真济地区拢发布强风黄色预警，不过伊进一步影响航空、铁轨路加道路的状况。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美国加联军伫咧伊拉克西部的军事基地20遭受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用弹道飞弹和火箭攻击，造成几类人轻重伤。美国认为讲这是非常严重的攻击甲威胁。另外，中东的战火也已经拖到叙利亚和黎巴嫩了。伊拉克高级陆军指挥官2日视察西部的阿萨德军事基地，因为前一天美国加联军就伫遮互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以12粒弹道飞弹甲火箭攻击。一个无愿意讲名的伊拉克警官讲，有4粒去互防空系统拍落，其中8粒击到空军基地，造成部分美军人员轻伤，一个伊拉克安全部队人员重伤。白宫表示，美国对这件代志正严肃地看待，使用弹道飞弹比较早技术的火箭甲无人机的攻击更较严重，而且有威胁。أكدنا بأنه لضباطنا وكذلك المقاتلين المراتب أن يكون في وعي تام وحرص تام وكذلك الاستعداد قتالي جاهز 24 ساعة。一个甲你讲是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组织讲，这个攻击是因发动的。根据美国近东研究所表示，这个组织伫2023年底出现，是由甲伊朗有关联的武装组织组成的联名，目的是伫咧报复美国伫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一直伫挺以色列。حقيقة خلال الزيارة وجدنا ما يسرنا من خلال حديث السيد قائد القوى الجوية مع المنتسبين ومع المراتب اللي التقينا بهم سواء منتسبي القوى الجوية أو منتسبي القوات البرية، كان هنالك تعاون وثيق وكان هنالك تنسيق عالي للتهيؤ لإداء واجباتهم وصد أي لا سمح الله تصرف معادي تجاه。另外，中东的战火有持续的迹象。第20伊朗指责伊军空袭叙利亚大马士革，造成5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佮放调讲要报复。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嘛讲，以色列伫同一天嘛对因发动攻击，造成一个真主党成员被杀害。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德国发生反对右派示威游行，主要是另类选择党予人亚康，讲因当咧计划要甲这移民赶走，有10万人伫咧受到抗议，是因为德国经济真正需要国际专业人才。民众也烦恼讲，若阵德国局势会愈来愈反对外国移民，就安尼生着去影响着国家形象，产业人才也会对咧流失。伫毗邻议会大楼甲总理府之间行政区域客湾示威群众，有人提标语写自由平等，佮加一个有60岁以上的抗议。根据德国警方的讲法，敢若是这个所在就10万人。组织者估算慕尼黑有10万人，科隆超过6万，法兰克福、斯图加特、纽伦堡、汉诺威有一定规模的反右翼街头运动。过去几年，这种同款的示威毋是无，不过这摆全国大小城镇，敢若是19到23天，都差不多100多次有抗议声音。Habe hier gelernt, habe hier studiert, habe in anderen Ländern studiert.
德国调查媒体 Creative 查查报道，另类选择党已经伫个极端主义分子的会议当中，就赶走移民甲无被感化公民的代志进行讨论。另类选择党是表示，伫这组织或者是债务顶悬甲即摆会议无关系，并对讨论内容负责参加会议成员完全是个人身份参加。Die AfD und ähnliche Kräfte in dem Land, die sind sehr laut. Nicht normal ist, Rassist zu sein, dass es nicht normal ist, Mitmenschen. 这是会者互囡仔坐伫警察头背后的标语写抵抗的状态。过去一年，德国选民对另类选择党一直欠权的支持率感觉焦虑，才引起即摆的街头示威。德国经济高度靠世界各国专业人才、国际贸易加对世界开放的心态。不过，这几年积极排外势力状态，互德国业界烦恼行走外国观光，重创德国开放的形象。德国制造业主要优势团体德国工业联盟总裁卢斯沃都支持。即摆游行示威，向这排外政党表态。民调显示，另类选择党目前13%派支持率是全国第一。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开超过美金2亿的这印度教罗摩神庙自治启用，也因为这神庙的土地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长期有争议的土地，引起反对人士抵制，也批评因的总理莫迪是为着要扭加印度教的选票。不过，也有一寡这印度教领袖不满莫迪的做法，拒绝出席典礼。因传统乐器有人跳舞，有人大声欢来庆祝。印度北方邦古城阿约提亚，和印度教看作是罗摩神诞生的宗教圣地。拄起好的罗摩神庙伫2日举办开工典礼，估计超过1万名印度教徒同齐雕像。यहाँ आए इसलिए क्योंकि भूमि पूजन के हम साक्षी होने के नाते 3 साल पूरे देश को अयोध्या जी का आमंत्रण दिया हमने। अयोध्या जी के लिए हमने तन मन धन होकर समर्पित हो गए जीवन को। 罗摩神庙的启用，被看作是印度总理莫迪竞选活动的开始。要为今年4到5月举行的国会大选吹票，已经执政10年的莫迪任内大动作提悬印度教地位，开超过2亿美金起神庙，加重印度教甲伊斯兰教的冲突。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Modi was driven by marking his permanency in history. He has ensured this with the Ram Temple. 1992年，阿约提亚爆发严重宗教冲突，自从16世纪就起的巴布里清真寺和印度教徒共同跳跳暴力冲突，拖甲全国，造成约2000人死亡，大多数拢是穆斯林。后来，穆斯林团体展开数十年诉讼，争夺土地。印度最高法院决定2019年将清真寺原地址判予印度教起神庙，这个举动被看作是有政治意图。There is a fear that this government and all the affiliates, they want to wipe out all traces of Muslim or Islamic civilization from the country. 路透社指出，莫迪想要将印度为世俗的民主政体向印度教国家推进，近来有2亿穆斯林人口被压迫。那即摆开工典礼，唔但互反对派政党抵制，部分印度教领袖也拒绝出席，因认为莫迪并不是宗教领袖，无资格主持宗教仪式。公视新闻纽约编译。广播今仔日发布有4架中国军机、4架军舰出现伫咧台海，有6粒空飘气球飞过海峡中线，有1粒离家人只有57海里尔。另外，咱的天宫3型防空飞弹车对北部沙鹿南透早伫咧屏东恒春就互看到。学者是分析讲，这国军是为着要反制强军扰台，加强防空的力头。中共相关台海紧张形势，国防部日发布查到4台强机、4架强舰出现伫台海。中共利用东北季风一直放空飘气球，有6粒飞过海峡中线，其中1粒飞过南部天顶，有1粒离家人敢57海里。国军严密监控应处，判断对台湾无威胁。不过空飘气球这么多，专家认为无排除收集气象数据，建立数据库，协助中共火箭军反台。如果他知道收集过多，火箭炮的数量也够，那他可以瘫痪到我们，因为火箭炮是实施面的摧毁，它不是点的打击，它是个面。因为火箭炮相对于导弹是站在这个经济上、在价值上是比较便宜的。在战场上是比较广泛应用。国军阻挡强军伫无明定的所在冲突，2台天宫3型防空飞弹车透早出现伫恒春，车队走纵的画面吸引民众加油鼓励。飞弹车为北部刷到恒春，空军敢若表示是加强防空部署，可以进行一个轮训，
也就是在飞弹防空飞弹旅、还有营以及连之间，可以有不同部队进行这个移训。这样子可以提高总体的一个防卫能力。为了防止强军战时攻击机场跑道，阻止战机起降，国军最近翻修7座机场跑道，考虑一台战机执行地场起降，跑道需要的跨度30公尺，260公尺宽会当予美军Mi-52轰炸机起降，所以比较清算攻击地标准，全部分跨到60公尺，互外界关心美军协防台湾的可能性。以前的时候，美国的 B-52轰炸机落过台南机场，落过清泉岗机场的。我们清泉岗机场跑道是最宽的，它就是60公尺啊，这是非常宽的。跟盟军、跟其他的友邦的国家，我们要考量到嘛，因为让我们台湾的这个台胞防卫作战力量极大化嘛。专家认为，空军反制强军最近加强扰台，嘛都是要伫倒位拍扁伫倒位练，互防空部队进入战术位置，熟悉战场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今开始进行全台湾的社票行程，先对高雄屏东开始，也讲到未来要做好守护国家民主宪政体制、发展经济、建设高雄，带动南台湾的发展。这赖萧培当选了后，就连续有美国议员访问团来到台湾，这显示美国和台湾的新政府也是保持密切的关系。欢迎来2024年总统当选人。热情的家乡亲握手，总统当选人赖清德日为高雄左营甲屏东开始，有计要用2礼拜时间洗台湾一连社票。赖清德伫头一站高雄就提出未来会做好3件工作，要互国家更较强，人民更较富裕。国家要守护掉啊，民主宪政的体制要保护住啦。第二会好发展经济。建设高雄带动南台湾的发展。赖萧培当选，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毋但是发文祝贺，也要求众议相关委员会主席伫5月就职典礼时带代表团访台。二是美众议外委会印太小组民主党首席议员贝拉会带团来台做先锋，也会拜会赖清德。前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克已经带美台商会来台访问，行政院长陈建仁接见，两个人更加提起台美双重扣税问题。There's not anybody in this room who is for double taxation. If there is, please step forward. And so we'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in terms of getting Congress going on that. 我国政府诚挚的期盼与美国来尽速解决双重课税的问题，就美商对台投资可增加资金运用及降低税务风险，为双方的产业跟人才交流来创造利基。陈建仁表示，政府会继续投资预算，强化国内产业振兴，吸引其他国家强化投资台湾。就像去年6月已经签署台美21世纪目标倡议投资协定，所落来也会继续协商，和台美经贸制度更加建设。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召开新科立委座谈会，希望大家支持韩国瑜配江启臣来选立法院的正副院长。不过，鲍群基伫咧会前也是表态要争取立法院长，但是会中呢却是雄雄解嘴挺韩江配。另外，民众党有8个席次变作是关键少数。不过，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就批评民众党这8席呢是无路用的8席，引发劣币对呛。好，我们国家会继续团结，继续往前。4个人手牵手展现大团结。2龙头之争，国民党想要推韩国瑜配合江启臣参选，所面临不分期强烈挑战。党中央支持办新科立委座谈会，会前本来要求党团结投票的不分期会中雄雄让步，解除支持韩江配。如果执政的民进党展开第9年的执政，继续贪污腐败，而在野党没有办法强而有力的监督，会是严重失职。国民党只有团结，才能够造福每一个县市的地方的百姓。这是今天我选择支持韩国瑜先生参选院长，江启臣先生参选副院长。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全部拿下立委伫立法院龙头选举，会团进团出个点票。因为国会3党无过半，大家拢想要参选第一龙头。民众党提8席加入关键少数，个人拿力回答4项解决诉求。按国民进党党团总调郭建明批评，民众党是无路用的8席，佮批评新科立委黄国昌一副天下拢看伊的，黄国昌也反击。就郭建明啊，
立法院最有名的桥王啊，台湾民众党党团进入国会是要推动法案，是要监督行政权，不是要去私下乔事的。这8席可以扮演关键的席次，但是只有制造纷乱的话，这8席是没有用的，因为你不可能这8席要来主导让民进党和国民党两大党都听你的。民众党新科立委黄珊珊表示，日本以前也有真侪变化，一旦国党正式提名人选了后，过来评论。新一届立委会伫2月7日到2日报道，会上显国会龙头之战，外界拢在关心蓝绿白要如何来布局。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宣布要扩大2奈米的产程，伫咧高雄起第3间厂房。今仔日有风声讲，这台积电可能伫咧家己的科学园区要设厂。南科管理局是无讲明，不过台积电表示会以台湾做主要基地，无排除任何可能性。台积电顶礼拜发说会才宣布要扩大2奈米的产量建制，按算伫高雄起第3厂。日个消息传出，台积电可能伫家己科学园区要设先进封装厂，未来可能会设1奈米厂。个别厂商的投资我们还是以厂商他的公告为准，管理局会做好投资环境的建构。南科管理局是无证实台积电敢有来计价园区用地，不过表示会协助每一个厂商投资建构。台积电是回应讲无排除任何可能性，就算还未定案，民众已经是真期待增加就业机会。就业机会也会变得很多，那我相信年轻人也会更愿意回来嘉义。那真的选中嘉义的话，那会由我个人担任召集人，在嘉义县政府组织一个单一对口的单位，全力协助。台积电这几年开始伫高雄等地区扩大投资，专家认为讲，这台积电要去家己讲了上过早，不过也提醒讲，若阵先进制程甲技术要定进台湾，目前上要紧的就是布局能源政策。高雄的3座厂最少要用掉6台的 EUV 的机台 ，EUV 机台本身就已经非常吃电了，1奈米世代大概也差不多要6台到8台左右的数字，不可能是使用太阳能或者是潮汐等等的不稳定的绿电。专家表示，台积电定进台湾虽然能有关国际能见度，甲技术人才留伫国内，不过美国、德国等国家积极邀请台积电去设厂，恐惊也是一种去台湾化。万不以量化局势有变化，台积电的产能技术也是会当留伫家己的国家。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推动公共艺术发展已经有20-30年的时间，总设置经费大概拢有上百亿。不过外界这期拢互一寡大办冒起，文化部也拢无积极处理。监察委员提出调查报告，监察院伫咧1月11日通过调查报告，而且纠正文化部。以陆军建练的想法，这个史丹利斯在这个艺术作品《国防巨轮》是陆军陆军团龙山营区外公共艺术总地。不过，监察委员调查指出，伊甲边仔的军旅记忆拢是为中国制造进口，这违反艺术创作纪律，对公共艺术发展嘛无帮助。委托人家代办，结果根本这个艺术创作并不是自己的这个特别的原创，连碑体是从中国厦门进口来的。他的很庞大的预算里头，如果能够培养自己良好的一个专业团队来协助各个军种去执行他的公共艺术，这才是将来应该走的方向。台湾推测公共艺术有20-30年的时间，根据统计，到110年为止，完成2455件设置案，总经费达到99.2亿。不过100年至110年期间，台湾案件占总案件47.4%，而且总经费68.284%，差不多43.9亿。拢是台办案，干来看110年的141件案件，其中84案委托台办，也有4成集中伫特定台办，部分台办甚至甲特别公司有无正常的连结。这样侪情况，互监委提案纠正文化部，并得到通过。他就是以代办的方式整个委托出去了，执行小组到你的审议委员互相的关联，形成了一些垄断的现象，非常需要大家去检视，到底能不能够培养出自己好的艺术家。监委嘛点出，文化部的专家资料库干了366人，而且欠缺空间性艺术创作、社会雕塑理论者背景人员，需要改善。文化部回应，有不法业者得到标案独占市场的情况，除了司法调查，嘛要求代办公司的资讯爱放伫计划书甲定选简章公开，阻止独占的行为。伫这个同时嘛，邀请各领域的专家学者、策划单位甲承办机关，针对代办执行甲人才层面进行全面的检视甲讨论，要展开大型公共艺术制度的修法。记者综合报道。
有妇女团体公布调查，发现讲超过8成的民众无支持少白生囝，是因为认为讲这性命是袂当代理的，也讲这人工生殖的方式损害到妇幼的权益。卫福部长许水源表示，会伫咧旧年过年了后办2场公听会，结果来决定人工生殖法要安怎受罚。19年诉求代理孕母合法的声音一直在台湾出现。立法院维权委员会搁在去年12月初四进行人工生殖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的初审，按棒放令人工生殖规范，纳入代理孕母。不过，妇女团体进前针对全台民众进行代理孕母合法知识态度问卷调查，结果8124比例资料，有效样本7780份当中，有6388超过8成民众无支持代理孕母合法。台湾不应该把另外一个女性当成工具，好，或者好像一个自动贩卖机一样，投入金钱就可以购买婴儿。妇女团体表示，为国外案例发现，差不多拢是散车，或者是知识水准较低，或者是单亲妇女为趁钱才接代因的工作。过去都无发生代因一半，都被要求将囡仔提掉。规代理期间拢是以顾客为依归，不过因为拢是来自他人，不是孕母，也可能发生免疫不全全身高血压，大部健康状况是完全无被考虑的。佮加上台湾孕产妇高死亡率，若是佮开放代孕安尼现象，只会佮较害。只因为我付钱，就希望就能够买到一个孩子。我们也听到过，因为这个孩子生下来不如我的预期，或者有一点早产，我就不要了。那孩子要怎么办？初步的内容应该是有，但是还没有集结成为院版。社会上对于代理孕母这件事情，还是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以这一次的选举的过程当中，那各个政党其实就是说对于代理孕母的态度也都不尽相同。这一个议题，显然社会的共识还有一段距离。许水源强调，目前对人工生殖法修法也无具体时间甲目标，因为也毋知大家意见差别有偌大。会在农历过年了后，陆续开2场公听会，来决定人工生殖法如何来修法。一切也是等公听会了后才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寒流影响，对今开始全台湾各地头的温度会愈来愈低。新竹的游乐区除了替动物准备大草保持温暖以外，也有挂电火互动物保温，替动物做保暖的措施。新竹的气象站也指出讲，新竹地区到暗时9点左右，差不多是剩8度尔，所以民众就爱穿雨袖。古最水滴，球地园区特别准备的草裙中央，头壳顶还有保暖用的电火。当然，像久嘛同款，到米店室内唔敢出去外口。那除了我们的保暖灯之外，另外也有提供很多的食物，让他们可以增加一些热量。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其实只要现场温度低于14度以下，也会让动物自由进出，预防它们的体温流失。另外一间游乐园除了用电火来帮园区内动物保温以外，佮帮羊仔穿衫。都惊动物保雪里去互寒到。有特别准备了保温灯、保暖毯以及保暖的衣物。根据新竹气象站2日早起所测得的数据，今日早起新竹地区气温上低是在新丰沿海地区的11.2度，而且愈晚会愈寒。预测暗时新竹平均温度可能只有8度。受冷气团南下的影响，目前的新竹的低温大约是在14度左右。那我们预计就是说，这整个低温还会是持续下降。那明后2天，那预期在整个低温方面有机会达到10度以下。气象站提醒民众，拜暗时会开始一直寒到拜3，气象单位呼吁大家一定要穿较少咧，而且要提早做好保暖的准备。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家己火车头伫日本时代是代替林铁甲长铁拢会到的车头，其中这长铁北港线甲埔子线，毋但带动地方有工作机会，佮吸引外地人来到后站遮住落来，正做自乐。家己的文书团体烦恼讲，未来这家己铁记录高计划完工了后，这历史长铁这记录拢会消失去，所以因举办走读活动，希望互更较侪人了解到这历史。向民众绍介早期长铁留落来物件，家己市的文书团体伫家己市火车站的后夜举办长铁的打叉行读，
就咱的老师讲，2020年家己铁路高架化了后，后夜遮较早的物件可能拢看袂到啊。迄巷仔内嘛，拢有迄较早的铁路的迄个铁轨嘛，嘿啊，即马去看会看到淡薄仔遗构，可以当看到的，啊，就稀奇的，嘿。之前其实我看着有到旗山都有一些糖铁的那个。看过，然后所以我觉得也还蛮有趣的，因为发现南台湾的有很多跟糖有关的铁路。那就来看，我们刚好看到这一场，想说就来看看嘉义的状况是什么。以前就知道有那个北港线啊，可是不晓得它实际在什么地方。1980年长铁北港线幕国行了后，原本嘉义车站后夜相关的长铁建设拢已经豆豆消失，只剩一寡建筑遗址。地方的文书团体认为铁路高架化完工了后的都市计划会改变后夜这边主路，所以举办这届的活动。铁路高架化就会造成这边地方的不管是空间啦、历史的大环境变化会影响最大的啊，加以后可能会变一条大的马路嘛，无一定。导览老师指出，日本时代长铁的北港线甲埔子线来到嘉义车头，是带动车头后夜发展上主要的原因。未来高架化完工，互车站前后连小瓦了后，会互这个所在带来改变。希望透过这个活动，互过去长铁捌伫嘉义车站的历史，用无同的方式继续传承落去。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南高铁站外口 U 型车道载客区域，常常车是停甲目睭睭，甚至有的人伫遐停落停足久贵的顶条的。为了要解决这款的情形，台南市政府宣布，这个月2日开始，要实行临时停车区限时5分钟的管制，宣导1个月了后，就开始开发段路。对高铁站门口行出来接送人客所在，车停甲密。详细看，为车顶煞无看到驾驶的人影。台南高铁站头前的 U 型车道，长期来有民众为了方便接送，车拢顶条咧，所以才定塞车。即摆台南市政府宣布，未来临时区要管制，干那会当停5分钟。新政策虽引起民众有无同的看法。假如说他有规划一个那个特定的地方，可以让民众停，那可能 OK 啦。也没有人愿意来这边留很久，都是来接送客人嘛。如果时间有耽误的话，比如说高铁晚来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继续去绕吗？所以最好是不要开发。啊，目前是规划为1月24号开始启用，啊，宣导期有1个月。交通局表示，台南市比较外县市做法的实施，目前市府有重新画票线，嘛已经有设票志来提醒民众。另外，交通局盘点高铁站的停车场、甲市口链等的路边停车格，拢总有623个位。因建议民众以人等车，莫车入来等人，嘛就是讲，确认亲友出站了后，才驶入来载。我们也在周遭也提供了非常多的停车空间哦。那像高铁本身站区内有580个的停车格，那另外呢，交通局也在武当路上新增了43席的一个智慧停车格哈，那这些车格都有提供前半小时的一个优惠哈，就是前半小时是不用收费哈。说来，无论是台南市吧，也是台湾会场，有不少人拢会来观光佚佗。警察局讲，后个月23就开始实施科技执法，那违规会罚款900块，提醒民众要加注意。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公司台记台上届新的歌舞秀节目《欢喜来 Party》，今仔日伫咧南部中心开始录影。这也是台记台头一届开放观众去摄影棚参与录影的综艺节目。按算伫咧旧历过年了后开始播出，有观众朋友呢专工带囡仔来参加录影，体验现场看表演的趣味。大伦甲阿心两位主持人伫台顶唱主题歌，台下有真侪观众朋友到场倒落来。这是台记台上线节目，目前伫南部中心开始录影，要将过去歌厅秀的表演搬到电视台。有笑会短剧、唱歌比赛，头集节目就邀请王彩华等等艺人表演，阁有兼加观众互动，所以录影现场真热闹。啊，嘛有唱歌，吼，啊嘛有迄个。比赛。嘛有比赛，嘛有比赛哦，吼啊叫咱台湾民间的这个歌手来过招，所以会当算讲是非常的澎湃，非常的精彩。音乐性嘛有啊，娱乐性嘛有啊，戏剧性的嘛有啊。公司台记台上线的综艺节目《欢喜来 Party》，嘛是台记台头摆开放予观众入场参与录影节目，让南部的观众唔免去台北，就当亲身体验节目的录影。现场的民众拢真期待节目的播出。南部
以前就这种机会会当看到迄电视的录影啊，因为囡仔拢无看过嘛，所以带囡仔来看卖。因咧跳舞我就想要动起来，谢谢，真欢喜的。欢喜来 party 的节目，按算伫旧历过年了后会播出，未来开放予30位民众做伙参与录影。每一集都会邀请无共世代艺人来表演，观众会当规家伙仔同齐来欣赏。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中华赖和文教基金会举办读册会活动，让学员了解赖和的作品为什么有时民时期的批评，甲对土地关怀，让民众对赖和的文学作品当中了解当时的台湾甲社会。无毋是饱咱食咱，家伙乃愈来愈大。学员读的是赖和1926年左右写的《互会》的内容。讲述当年文化协会想要推动文化运动，但是却得不到部产阶级的信任。赖和利用火车来对话，点出无共阶级的分歧。赖和文教基金会为着让民众更加认捌赖和所写的台湾，特别举办读册会活动，安排无共主题的文章，让学员互相讨论。看到伊的文章里面，知影伊关心的百姓迄阵啊当时的生活，看到讲伊有伊进步思想一面。以前的人打拼，想要爱幸福时代，毋过即摆的人无一定会珍惜，还是讲无一定会知影讲我享受的所有的自由啊，甲民主啊，有当时有足侪牺牲。读册会这节课的主题是新文化协会，有赖和的五人、阿树、互会、前进4篇文本，佮有陈翠莲老师的自治之梦。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读册会活动，勾画民众甲文学的距离，为文学熟悉台湾历史。虽然讲这是100年前的社会事件，还是讲文章，但是咱咧读的时阵，嘛是会想到家己的人生发生过的代志，所以这个读册会嘛是要让大家知影讲，文学就是和咱生活、生命就是真活的代志。主办单位表示，读册会学员拢是来自无共年岁职业的民众，共同用文学来认捌台湾这块土地的历史。嘛，毋望大家毋若读赖和，可当透过互相交流分享，关心身躯边当日发生的代志。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寒流已经来，千万唔通挂无事牌，明仔载继续咱做回来看卖。基隆到新竹对7度到11度，苗栗到云林对6度到13度，嘉义到屏东对9度到1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8度到16度。偏后金门马祖对4度到16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